用合適嘅屏幕背景，可以有效傳遞信息，塑造會議氛圍，提升專業形象。更換背景圖其實好簡單，只需幾個步驟。首先，打開工具欄，撳 More App 選單，再揀 Settings。喺 Settings 入面，選擇 Personal， 然後點擊 Custom Wallpaper， 再撳 Add 掣，系統會自動打開儲存位置，喺文件夾揀選已準備好嘅圖片，然後點擊確認同更換。如果想用系統預設背景，就揀 Stills。系統內至多張高清圖片供選擇，揀啱合適嘅圖片，點擊就可以更換背景。完成設置後，退出設定即可生效。為咗提升整體視覺效果，我哋建議使用16:9 4K 質素嘅圖片。希望大家善用呢個功能，以帶動會議嘅專業性同氣氛。多謝你收睇。